林佳龙部长完全状况外，麻烦他去好好督导自己的部署。要指出哦，蔡总统执政施政3年半，肯定民进党执政会让台湾低于30%，甚至觉得会让生活过不好的选民只有43%。其实今天跳脱政党来看，完全不要管蓝绿，回归到最基本的台湾人民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？蔡英文总统执政将近4年，第1年台湾人民用一个字苦，第2年执政台湾人民用另外一个字茫然的茫，第3年执政台湾人民用了一个翻转的翻，今年蔡英文执政台湾人民用了一个乱，混乱的乱，这4个字很明确的表示了蔡英文执政4年呈现一个怎么样一个成绩单，台湾人民的感受是如何。所以跳脱蓝绿，跳脱政党来看，现况台湾人民的确过得非常的辛苦。更可怕的是，所有周边的国家，没有一个国家现在把台湾放在眼里，没有一个国家会觉得台湾还是当年那个亚洲4小龙的老大，这个是最可怕的。昨天你说林佳龙卡爱情摩天轮，但他今天说你推卸责任。林佳龙部长完全状况外，麻烦他去好好督导自己的部署。第二，请林佳龙部长调整心态。高雄市观光产业以及爱情摩天轮如果推展的成功，是全高雄市的成功，绝对不是韩国瑜个人的成功。如果动不动用蓝绿来作为交通部执政的标准，林佳龙部长是不及格的。麻烦他再去问清楚、查明白。你中央不给高雄钱，你最少你要给我政策。你不给我政策，你要给我祝福。你现在钱也不给，政策也不给，祝福也不给，天天卡韩，唱衰高雄，甚至民进党还扬言高雄人对不起台湾人，这种执政党的心态太可怕，太可怕。希望林佳龙部长好好的查一下。这两天又传出假消息说爱河变得相当脏，就又是卡神的账号去抹黑说爱河变得相当脏。其实我们这1年的执政真的是跌跌撞撞，时常在一片乌云之下来推展高雄市政。我们做任何的努力，透过1450跟网军，通通把它抹黑。高雄市这1年来被抹黑的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树上多掉了几片叶子，都是韩国瑜团队的错误，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。事实上，高雄市280万民众非常的清楚，我们的路平，我们的水沟清，我们的灯亮，我们的双语教育，我们青年局的创业，我们未婚妈妈的照顾，我们的观光客，我们农产品、水产品的外销。事实上，高雄这1年是欣欣向荣，所以希望高雄市民跟全台湾的朋友要相信高雄在进步，不要被网路带风向，好吧？谢谢。有没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？